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光速社 SB 級，今日同大家光速重溫神劇《尋秦記》。故事由21世紀講起 ，G4 精英項少龍型英帥靚正，點知條命生成天煞孤星。女朋友秦青頂唔順佢掛住做嘢，走去外國嫁人。少龍為咗挽回愛情，竟然答應科學怪人李小超做白老鼠試坐時光機，只要翻到秦朝影張相做證據就可以翻嚟。少年你太年輕啦！時光機一開波就出事，爆炸加埋數據出錯。項少龍雖然成功穿越，但唔係去秦朝，而係跌咗落戰國時代嘅趙國，仲要個通訊器壞鬼咗，隨時變太空垃圾。一落地滿山都係趙國士兵。項少龍憑住一身 G4 身手，加上現代黑科技，其實即係手槍同閃光彈，即刻由怪人升級做神人。不過佢遇到嘅第一個人，竟然係令佢又愛又恨嘅女殺手單游。單游呢個女殺手貪錢又現實，但其實係個好人。少龍救咗佢，佢反而要收路費先肯帶落去咸陽。少龍身上得港紙無秦半兩，唯有用支現代玻璃棱鏡整出一條人工彩虹，呃到單游以為佢識法術。就係咁，現代特警同古代女殺手正式組隊，去到邯鄲。少龍遇到墨家巨子袁忠，袁忠俾人追殺，臨死前覺得少龍骨骼精奇，將墨家至高無上嘅巨子令同埋精妙劍法傳咗俾佢。單游為咗生存，竟然斬咗袁忠個人頭去領賞。少龍接受唔到呢種戰國嘅殘酷價值觀，兩個不歡而散。既然同單游反面，少龍唯有自己上路。途經峽谷，見到有人打劫，路見不平，拔槍相助，救咗烏家堡總管屠方同埋嗰位性格極度港女嘅大小姐烏廷芳。呢個烏廷芳開口埋口都係淫賊，但我哋都知呢啲通常係真愛嘅開始。入到烏家堡，少龍捲入咗和氏璧失竊案，幕後黑手竟然係趙國權臣趙牧同埋佢手下頭號劍客連晉。連晉呢個人又型又好打，係少龍嘅頭號勁敵。少龍利用心理戰玩咗招偷龍轉鳳，保住咗烏家全家條命，成功上位，立咗大功。少龍隨應元入宮飲宴，在御花園巧遇一清麗宮女，留下深刻印象。原來呢宮女係公主趙善，與廷芳係好朋友。趙善一見廷芳，即追問佢秦國之行所見所聞。連晉睇少龍極度唔順眼，因為烏廷芳竟然開始對呢個淫賊有好感。連晉想借比劍殺死少龍。少龍雖然學咗墨子劍法，但始終係速成班，點夠劍聖打？好彩佢腦筋轉得快，提議打打殺殺多無謂，不如我哋賭啲更有趣嘅嘢。冇錯，就係賭蹴鞠，即係古代足球。少龍心諗，我睇波多過你食飯啊！佢決定訓練烏家堡嘅家丁，組成少龍隊，對抗連晉嘅精英隊。呢段劇情咧，簡直係少林足球戰國版。少龍咧引入現代戰術，將班家丁咧操到變特種部隊。講翻烏廷芳，佢為咗幫連晉出氣，諗住落毒整少龍。點知陰差陽錯買錯咗瀉藥，騰雲駕霧散。少龍飲完以為自己中劇毒命不久矣，決定喺死之前做件大事，夜探質子府，救出未來秦始皇。點知去到質子府，發現屠方都喺度。原來屠方唔係普通管家，佢係秦國派嚟嘅臥底。呢個反轉真係精彩。雖然救人失敗，但少龍知道咗原來真正嘅嬴政趙盤根本係個市井無賴，而唔係咩英明君主。廷芳知道自己整蠱錯人，又有啲內疚。少龍將計就計，同廷芳打賭，如果佢咁跳崖，廷芳就要聽佢話。廷芳以為佢講笑，點知少龍真係跳。當然啦，特警嚟噶嘛，早就視察好地形有樹藤啦。呢一跳直接跳入咗烏廷芳個心度。為咗贏蹴鞠比賽，少龍開始魔鬼訓練，掌上壓、來回跑、戰術走位，將現代體育科學帶入戰國。連晉喺旁邊睇到一頭煙，完全唔知佢搞乜鬼。呢段時間，廷芳對少龍嘅態度由憎恨變做崇拜。連晉個頭頂開始有啲綠光閃閃啦。壞人趙牧見硬攻唔得，就用美人計派出趙國第一妖艷名門趙雅雅夫人去勾引少龍。雅夫人雖然閱男無數，但未見過少龍呢種有風度又唔鹹濕嘅男人。結果本來係去識友人，最後反而俾少龍嘅魅力征服咗。少龍喺街度行行下，見到隻癲馬衝入人群，佢二話不說上演一場西部牛仔式馴馬。原來隻馬係趙雅雅夫人嘅呢次英雄救美，令趙雅更加對佢死心塌地。少龍順手買咗支玉簪送俾廷芳，廷芳表面嫌棄，轉頭就帶住周圍晒命。終於關鍵人物出場，趙盤少年嬴政，即係未來嘅秦始皇。但係依家嘅佢只係個仗勢欺人嘅二世祖。佢睇少龍唔順眼，揾人圍毆少龍。少龍心諗：你阿爺我 G4嚟噶，三兩下手腳就制服咗趙盤。呢幕經典啊！為咗教訓呢個未來皇帝，少龍逼趙盤食馬屎，係真食啊！呢一啖屎唔單止係趙盤嘅童年陰影，更加係佢日後變成暴君嘅心理伏筆。少龍呢種以暴易暴嘅教學法，雖然粗暴，但係對於趙盤呢種人又真係幾有效。趙牧少年嬴政不死心，再次用黃金、大屋、美女利誘少龍。少龍講咗巨型到爆嘅對白：自由係無價噶，直接拒絕。趙牧嬲到震，但又唔捨得佢住，因為仲要靠佢贏波。最後係雅夫人嘅請求下，加上少龍知道趙盤就係佢嘅任務目標，佢決定收趙盤做徒弟。一個現代特警要做未來秦始皇嘅老師，教佢做人道理，教佢功夫。歷史嘅巨輪就喺呢度開始轉動。話說項少龍俾個神秘高手跟蹤，原來佢係鼎鼎大名嘅齊墨巨子劍聖曹秋道。呢個曹大叔一嚟就問巨子令喺邊，好似追債咁。少龍雖然係特警，但都知好漢不吃眼前虧。
唯有發揮影帝級演技，詐傻扮懵，一問三不知，心諗啊，阿叔，我連部時光機都未搞得掂，你淨令我都唔知係圓定扁啦。鏡頭一轉，趙牧條奸人想收買少龍唔成，就叫趙雅用美人計，少龍反而借機同趙善公主混熟，佢幫公主改名做小兔，自己叫大牛，成個動物園咁。少龍用現代嗰套爽朗幽默，即刻將個深宮怨婦，係深宮公主感得好開心，兩人仲一齊遊湖。少龍嘅現代撩妹金句，對於古代女仔嚟講，簡直係降維打擊嘅。作為 G4 精英，夜探敵營係指定動作。少龍摸入趙牧府邸，差啲穿煲，好彩有個氣質貴婦救咗佢。當時少龍仲未知，呢位就係傳說中嘅秦始皇阿媽朱姬，真係有眼不識泰山。與此同時，烏廷芳因為跟蹤連晉反被發現，被逼同連晉去睇夜郎雜耍，睇住連晉條友想抽水，廷芳真係有苦自己知。廷芳見到少龍同趙雅出雙入對，醋意大發，借酒消愁。連晉見機不可失，大醉咗嘅廷芳去客棧，想搞搞震。少龍收到風，即刻趕到破門而入。廷芳羞憤之下跌落河，少龍二話不說跳落去救人，仲送埋個現代版人工呼吸。點知廷芳醒翻，以為被非禮，啪一聲刮咗少龍一巴。唉，好人難做啊！趙善要嫁去魏國，成個人灰晒。少龍為咗令佢開心，講咗個灰姑娘故事，仲送埋對繡花鞋俾佢，簡直係古代版迪士尼情節。趙善即刻心心眼，不過廷芳就好慘，攞住隻鞋以為送俾自己，點知發現大牛係少龍，小兔係公主，當場晴天霹靂。少龍呢個中央空調真係害人不淺，為咗救公主脫離苦海，少龍同廷芳諗條絕世好橋，運馬糞將堂堂一個公主收埋喺臭木桶度偷運出宮，真係委屈晒。眼看就快成功，點知連晉條粉腸突然殺出嚟擋路，少龍同廷芳當時個心離一離，差啲嚇到賴屎。好彩廷芳轉數快，成功引開連晉。可惜趙善怕連累人，自己走翻入宮。廷芳以為少龍告密，衝去質問佢，最後誤會解開。但廷芳知道少龍對趙善只有兄妹情，自己又有機會，心情好似過山車咁。而趙王竟然賜婚俾連晉娶廷芳，搞到烏家上下雞毛鴨血。為咗拖延時間，烏應元話廷芳許配咗俾少龍，結果搞出個御前比劍。比劍當日，連晉以為少龍中毒贏硬，點知少龍有李牧將軍送嘅飛鴻劍加持，加上主角光環，一招將連晉手筋挑斷。連晉即刻變廢人，大快人心。不過小龍贏咗，又拒婚，搞到廷芳再次受傷出走。連晉就慘過做狗，俾人趕出趙府，人人揩打，一個變態殺手嘅黑化之路就此展開。連晉落魄到極點，遇到個真正嘅變態佬，左手神劍路外，為咗學劍報仇，連晉竟然甘願做狗。另一邊廂，少龍被封做送嫁將軍，護送趙善去魏國，其實係要去偷老公秘錄。去到魏國，少龍見到個同現代女友秦青一模一樣嘅秦青，即刻嚇到眼突，以為穿越見翻女友，點知係人有相似。講翻連晉，路外要佢過3關先肯收徒，跳崖浸糞池，最後一關竟然係讓出廷芳俾路外享用。連晉呢個人渣，為咗劍法竟然答應。廷芳被迷魂送入房，之後發生嘅事，唉，真係慘絕人寰。廷芳醒翻之後悲憤跳崖，連晉就練成左手劍，正式成夢。呢段劇情真係睇到人眼火爆。鏡頭翻到魏國，少龍為咗偷秘錄去參加才士論證，佢用現代科學知識講咩法治精神同言論理論，嚇到韓非、李斯呢啲古代學霸 O 晒嘴，秦青更加對佢另眼相看。少龍就趁機偷入秦青房攞走秘錄，再交俾趙雅帶走。成個過程有驚無險，盡顯特警本色。偷到秘錄就要走路啦。魏太子想搞趙善，少龍衝入去救人，順手挾持埋太子。逃走嗰陣，趙善幫少龍擋咗一箭，真係愛得深。好彩有李斯神助攻，將佢哋收埋喺運糧車度。雖然中途俾魏謀發現，但少龍抱住趙善跳崖求生。之後喺山洞入邊趙善係照顧受傷嘅少龍，兩人感情升溫，私定終身。佢哋去到石頭村，識咗藤奕同荊晉，可惜因為魏謀追殺，害死藤奕全家。少龍幫手報仇，殺咗魏謀，3個人結拜做兄弟。但另一邊廂，趙雅為咗救個仔趙盤，俾趙牧發現偷假秘錄，趙牧個變態佬竟然將趙雅輪姦致死。趙盤翻到去見到阿媽慘死，成個人崩潰，發誓要報仇。呢段真係好虐心。高潮嚟啦！少龍救出朱姬，去牛家村揾嬴政，點知去到發現真正嘅嬴政已經死咗。少龍個腦即刻輕機，秦始皇死咗，歷史點算？我點翻現代？點知朱姬見到趙盤戴住信物戒指，竟然將錯就錯，當趙盤係嬴政。少龍靈機一觸，既然真係死咗，不如就做個假嘅。於是趙盤就正式冒充嬴政，踏上成王之路。廷芳跳崖冇死到，但成個人變晒，沉默寡言，眼神充滿仇恨。善又發現佢，帶佢去秦國。廷芳喺人群中見到少龍護送朱姬母子，但冇勇氣相迎，黯然離開。睇住昔日活潑嘅大小姐變成咁，真係令人心酸。善由想攞巨子令交差，少龍就教路俾佢搞掂，終於翻到秦國。呂不韋親自出城接朱姬，兩個人眼神交流，充滿故事。原來嬴政即係趙盤，係呂不韋個私生子。秦王見翻老婆仔女好開心，封少龍做太傅，但其他王子就唔爽啦，隨時準備搞事。趙盤第一次見大場面，嚇到腳震。
少龍要不斷喺旁邊提水，做個全職保姆。呂不韋宴請少龍，竟然介紹個新劍客，左手神劍怒呆。少龍一睇，咦，呢個咪連晉？原來佢殺咗真怒呆，頂替咗佢個名，仲投靠咗呂不韋。連晉依家陰陽怪氣，眼神充滿殺氣。佢同少龍講想合作輔助嬴政，少龍信佢一成，雙目失明啦。去到第20集，所有棋子都到位，假嬴政上位，真連晉變怒呆，呂不韋權傾朝野，廷芳黑化復仇，秦國內部暗流湧動，少龍夾喺中間，隨時粉身碎骨。每一方都有自己嘅盤算，之後嘅劇情只會更加緊張刺激。好啦，今集解說就到呢度。想知趙盤點樣一步步變成秦始皇？連晉同廷芳嘅恩怨點樣了結？少龍又點樣喺秦國混得風生水起？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。下集再同大家講《尋秦記》大結局篇。我係你嘅解說員，下集見，拜拜。